我哋膝頭哥同手都放喺個氈上邊，然之後將右手遞高，放低，右手遞高，放低，然後遞高右手。今次停喺度，唔好放低，然後將個身向外伸展，頭望住右手，翻返嚟中間放低，再嚟一次遞高，打開，放翻上嚟，但唔好放落地度，然後向天一路咁樣遞高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然後將隻手好似游水咁放喺背脊後面，然後翻返上嚟前邊，放喺背脊後面，翻返上嚟前邊，再做多一次，翻返上嚟前邊，然後再做多一次，翻返上嚟前邊。好啦，放低，重複左手向上遞高，放低，再嚟一次，睇下今次可唔可以高過隻耳仔，放低。第3下遞高，好啦，然後向外伸展，頭望住隻手，然後放低，再嚟一次。你可以睇到咧，我都比較喺左手比較有困難，因為我左邊膊頭唔係咁好。好啦，然後向上 pose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然後將隻手好似游水咁打個半圈，放去背脊嗰度，然後翻上嚟前邊，再嚟2次半圈。擺落背脊，然後翻上嚟，再嚟一次，然後翻上嚟前邊，然後將隻手放低。咁呢個動作咧，其實都幾辛苦噶，所以而家可以拉一拉筋，將嗰個膝頭哥擘開，然後屁股慢慢坐低，隻手向前伸直，好似認錯咁。盡量隻手咧好似俾人掹住咁樣，然後將隻右手向左邊咁樣行過去，停留喺呢一度。你亦都可以將手指向天花板咁遞高，咁會拉筋，有少少唔同嘅感覺。然後雙手向右邊咁去，左手擺喺右手上邊，重複呢個拉筋嘅動作。完成之後，將雙手翻返嚟中間，然後慢慢坐低，然後慢慢坐翻起身。希望你哋可以嘗試，因為喺我哋嘅胸椎嘅喐動係好重要。